台湾伫咧大选过后，中国继续对台湾施压，这懦弱含台湾断交，走去含中国相好。正是搁在传出讲，台湾的友邦瓜地马拉因的外交部长宣布，考虑含中国发展正式的贸易关系，但是会继续含台湾维持各种层面的合作。就算因的总统佮介公开表达含台湾的争议，但是有学者认为讲，中国对台湾袂干那伫咧外交方面，连经济、军事等方面也拢爱注意。台湾大选了后，中共对台无停施压。伫诺鲁宣布甲台湾断交了后，台湾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外交部长马丁涅兹证实，当咧考虑甲中国建立正式贸易关系，佮设立相关办公室，也会继续甲台湾维持各层面合作。马丁涅兹强调，会公开宣布，就是无希望互外界看做是夺失台湾甲美国。Vamos a seguir trabajando con Taiwán en los niveles en los que ya lo veníamos haciendo, pero al mismo tiempo el presidente Arévalo ha señalado que no podemos ignorar el peso y la potencia que representa China en muchos campos. Y en base a eso es que tendríamos el interés, por supuesto, de acercarnos a ellos. 因为外国新总统阿联华诺进前特别提起，袂当疏忽中国分量甲力量，佮设法甲中国建立关系，强加夺取外交竞争红顶。咱国外交部长541月中才参加阿联华诺就职典礼，外交部也回应，阿联华诺几下摆公开表达支持台湾邦谊，而且分析外国新总统政权过渡期得到美国支持，台湾有缘保持合作关系。台湾邦谊短期内应该袂有变动，也毋过爱注意中国对台施压的手段，袂只是伫外交层面。都会继续加强，包括像外交、军事和经济各方面的胁迫跟强制作为。比方说，像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像无人机的大规模运用，或者像是空飘气球的运用等等的，去测试台湾，甚至测试美国这些区域国家的红线。那外国想要甲两岸互相经营关系，南韩驻中大使地在和切哥表示，南韩尊重一个中国原则，也不过同时也要增进甲台湾的实质合作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。韩国以及美国还有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多次发表联合声明，重申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，也反映了区域内的国际共识。中国7日公布中国大陆情势报告，提起中共讲，一种原则是一个趋势，就是对台施压。佮继续派攻击舰对台协调性援援，释放侦察气球强化电子战，压缩台湾防卫空间。佮为经济层面下手，讲要研究扩大中资X发产品关税减量，对台继续文武强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